气既动，两仪已分，两气相当，五行已聚，故合图象之。其数自一至十，分为阴阳，阳其阴偶，各得其半，而生化之本，必基于二气之和，五行之分，即由于阴阳之变，其生化也，以一阴一阳相合而成，乃于世数中，以阴合阳，以阳合阴。天生则得成之，得生则天成之，故1至5谓生数，6至10谓成数，生成二数，各居阴阳之半。如将筹比算之，